喺美國 New York 舉行嘅 UFC 322頭3場 main card 賽事夠晒爽快啊！頭3場唔係 KO 就 TKO， 第一回合完唔到都喺第二回合快手搞掂，唔使1個鐘就立即讓路俾2場冠軍戰開打啦。點知去到2場冠軍戰，2場都要磨足5回合25分鐘先能夠靠裁判判定結果。雖然2場賽事大部分時間勝方都係壓住對手喺地板打，萬幸情況都未至於一面倒到咁。大家欺人太甚啊！少林寺18銅人，大家好，打邊爐嘅時間，第一次光臨本頻道嘅朋友大家好啊！打邊爐係一個以廣東話為主嘅綜合格鬥頻道，為各位帶嚟包括 UFC 等嘅 MMA 賽事資訊精華、選手們奇人奇事同埋其他花邊新聞嘅，打住邊爐咁輕輕鬆鬆同大家回顧翻拳拳到肉嘅八角籠動態。每次比賽之後，我哋都會為大家帶嚟短片邊爐短打，唔使1分鐘，快速同你重溫比賽嘅要點。如果覺得呢個頻道啱你口味嘅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， 最好就係 subscribe 埋我哋打邊爐嘅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你啦。唔講咁多，開波打邊爐啦！連續2集邊爐冷知識都同大家講比賽規則。今集就轉一轉口味，分享一個職業選手聽到都腳軟嘅課題——減磅。同我哋一般人走去瘦身減肥好唔同，職業搏擊選手大部分都日練夜練，本身已經好 fit， 肌肉密度本身就好高，而且脂肪比好低嘅。但係好多選手平時唔比賽嗰陣，體重閒閒地都超過自己打嗰個量級，起碼5至10磅。當然有啲仲誇張啲啦，所以要佢哋落磅。除咗要 cut 本身所剩無幾嘅脂肪之外，其實減得最多嘅係佢本身身體嘅水分啊！但係進入比賽訓練期間，訓練強度超高之餘，仲要同時控制食量同埋體重，聽落都已經得人驚啦。而 UFC 嘅比賽通常都係喺美國時間星期6進行，星期5一朝就過磅啦。只要過磅時達標，復磅完畢就可以立即飲飲食食派彩作實啦。但係過磅時間只得1個鐘，選手一個唔好彩超重，又唔可以喺嗰1個鐘之內落翻去目標嘅體重，選手嗰場嘅比賽就分分鐘冇得打啦。長拳打唔成，選手自己嘅拳酬當然就化為烏有啦，仲影響埋對手嘅出場費啊！更大鑊嘅係得罪老闆，往後排你打嗰啲比賽都分分鐘冇運行啊！於是乎，職業選手嘅賽前減磅就成為咗佢哋比賽前最大嘅挑戰啦。聽過好多選手嘅激進減磅方式，聽完都成身冷汗啊！暫時聽咁多個選手以鬥牛勇士Ilia Topuria嘅減磅方法就叫最人道㗎啦。喺佢嘅減磅清單入邊，喺比賽前12星期就開始 training camp， 期間已經要嚴格控制飲食啦。由於過磅係喺比賽前嘅1日，即係星期5朝早進行。過磅前嗰個星期日同星期一日最多只可以飲8公升水嘅啫。去到星期2就減到只可以飲6公升，星期3就再減到得4公升。期間只可以進食好少量嘅脂肪同埋蛋白質吊命嘅啫。去到星期4，全日直頭滴水不沾，晚上仲要嚟多轉脫水療程啊。然後星期5就又餓又口渴，半條人命咁樣一朝早去過磅啦。咁樣都叫比較人道。咁其他選手嘅減磅方式有幾可怕，大家都可想而知啦。聽聞試過有選手減磅期間為食想食個漢堡包，結果呢邊廂食完，嗰邊廂要立即扣喉嘔翻出嚟啊！家陣大家明白食得是福呢句說話點解啦？各位師兄師姐又有冇啲減磅妙法呢？埋嚟分享下。2場升級冠軍戰，2場都係地戰時間居多，最後3位裁判比分都係50-45判定勝出，但係2場比賽呈現出嚟嘅畫面就各有不同啦。先講男子次中2級冠軍戰，我獨自升級嘅大師兄 Islam Makhachev， 就算升榜上嚟打衛冕冠軍 Jack Della Maddalena 一樣冇有怕，全程大師兄拳腳同 JDM 打咗一陣。一見到有機會就獵鷹撲兔咁樣夾咗 JDM 落地下，然後就成張棉胎咁壓住 JDM 喺上面嚟打。
喺下位嘅 JDM 唔係唔想走啊，問題係鷹爪門嘅擒摔技術太誇張啦，唔止摔你落地下冇甩拖，更大鑊嘅係獵物落到地下嘅時候嘅控制，壓到你壓力山大啊！全程一落地下，大師兄對 JDM 嘅腳、膝、盤、心口以至頭部嘅控制，全部細緻無遺、準確無誤咁樣做好晒。就算賽前明知大師兄係呢個打法，面對住呢本 Grappling 教科書，你叫被捉貨嘅 JDM 又點樣擋啊？於是 JDM 大部分時間成個人背脊就貼住地板，被躺平咁苦苦掙扎。結果大師兄以全場接近20分鐘嘅地面控制時間，名副其實壓倒性勝出賽事。同樣都係冠軍戰，女子 Flyweight 嗰場冠軍戰就豐富好多啦。衛冕冠軍 Valentina Shevchenko 對上升級挑戰嘅張慧麗，無論立技拳腳爭失定係落地打地板戰，子彈姐一樣未驚過啊！其實麗姐第一回合就已經試過諗住剔單子彈姐落地下。點知泰拳出身嘅子彈姐一個失撞就打咗麗姐落地下，跟手就喺個地板度壓力山大咁壓住嚟打啦。不過同 JDM 好唔同，巴油啡帶嘅麗姐跌咗落地下都仲識得自己揾翻好個支架，冇成個人躺平作賽，先可以揾位入翻個窟走得甩咋。領過一次嘢，麗姐第二回合開始就轉打拳腳啦。由於麗姐個人就比較嬌小，臂展又唔夠人長，所以諗住打埋身轉個人入去打 dirty boxing 啦。好衰唔衰，泰拳出身嘅子彈姐打站立前鬥嘅技術又真係勁㗎喎。結果麗姐衝咗埋去，十居其九都係俾子彈姐立即 clean 住。麗姐一係就錫晒子彈姐嘅近距離爭失，一係就俾子彈姐兩臂一收，一嘢扭咗落地下打地板戰。唔係麗姐鬥志頑強，死命唔躺平喺地下，撐翻住個人，揾機會企翻起身再打過。場比賽分分鐘唔使5個回合就搞掂啦。最後呢場女子組頂上對決，舒夫真高無論 significant strike、剔單嘅次數同埋地面控制時間都明顯勝過張慧麗。裁判一致判定子彈姐勝出，繼續衛冕成功啦！衝擊 Flyweight 失敗嘅麗姐又唔係話冇晒機會嘅，事關麗姐最勁嘅就係戰術執行能力，有過一次落敗嘅經驗，休息調整完一輪，再諗下計有冇乜嘢新嘅 game plan，咪再排隊挑戰咯。不過如果再打 Flyweight，麗姐可能要等耐少少啦。事關 Flyweight 嗰邊仲有成條龍等住挑戰子彈姐啊，仲未計子彈姐分分鐘升榜上去打 Bantamweight 嘅冠軍 Kayla Harrison。係啊，當然係子彈姐升榜啦，唔通叫落榜落到135磅都得翻半條人命嘅 Kayla 再落榜打125磅咩？各位師兄師姐又點樣睇呢兩場壓力山大嘅升級冠軍戰呢？留言吹下水啊！大膽！竟然有人喺白老闆嘅地盤玩嘢，仲勞動到 FBI 調查，乜事咁大鑊啊？事情發生喺今年11月1日一場 UFC Fight Night， 其中一場 main card 賽事 UFC 御用嘅博彩監測公司突然打電話俾白老闆，話追蹤到賽前大嘅 Isaac Dogarian喺臨開賽前1個鐘，突然有大額投注去到成1600萬美金買佢輸喎，咁奇怪？白老闆就立即揾 Isaac 同埋佢律師問過究竟。白老闆問 Isaac 有乜古怪，係咪傷咗唔出聲，定係爭人錢啊？ Isaac 就耍手擰頭話冇，仲豪言話我要殺死丁力呢個仆街。結果丁力就殺唔到啦。Isaac 自己反而喺呢場比賽第一回合3分41秒，俾人後頸所降服輸埋。本來勝敗乃兵家常事，輸咗都冇計㗎。但係 Isaac 全程打到古靈精怪，俾人 take back 嗰陣，仲連旁述都話佢嘅防守防到錯晒嘅。加上有路邊社之前告密有古怪，點會唔引起白老闆懷疑啊？於是白老闆喺呢場賽事完結之後，立即報警揾 FBI 介入。FBI 請咗 Isaac 返差館協助調查，連白老闆都去咗差館飲咗2轉咖啡啊！Isaac 亦都立即俾 UFC 終止合約。事後白老闆揚言向打假拳說不，邊個夠膽喺佢個場度打假拳？佢白老闆就係嗰條友仔人生最可怕嘅敵人。截稿呢一刻，Isaac 都冇承認過自己打假拳，
法庭亦都未判案，極其量艾石都只係嫌疑犯啫。打假拳呢樣嘢不單只係對賽會、對手以至觀眾嘅不尊重，更加係對所屬拳館同自己嘅一種背叛啊！不過就算對得起自己，選手嘅收入又對唔對得起自己嗰個生活先？作為全球最出名嘅 MMA 聯盟，但係 UFC 嘅拳酬都係出名咁奀呢？根據輕量級排名第一嘅選手 Aman Sarokyan 所講，除非你好似大師兄、子彈姐呢啲大名選手啦，一般 UFC 選手每場嘅出場費不論輸贏就成為15萬美金，但唔係全數你袋晒落袋嘛。呢份報酬入邊，首先要繳交30% 嘅美國稅項，剩翻嗰70%有接近一半啊，係去咗經理人啊、拳館啊、教練啊等等幕後團隊嘅分成。扣除埋備戰期間嗰2-3個月嗰啲訓練費啊、食宿、交通等等雜費，基本上你都冇乜得剩㗎啦。仲未計如果比賽時候受傷要入院治療，嗰條醫藥費就金咯，保證立即輸錢去打拳啊！結果對於選手嚟講，贏拳所得嘅另外15萬獎金呢，就係佢哋要戰勝一切嘅最大動力啦。但係都可能啱啱夠使㗎咋。所以其實選手們最大嘅收入來源係睇你有冇贊助。咁對於又未有名氣又冇贊助嘅選手，突然有人比較仲高過拳酬淨額嘅金錢叫你做嘢，生活逼人之下，點會唔一時歪念起啊？所以白老闆，既然你哋都揾到盆滿缽滿啦，不如改善下選手啲拳酬，高薪養廉，大家有多啖飯食好冇？各位師兄師姐對呢單打假事件又點睇呢？埋嚟留言傾下偈啊！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！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， 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。有你哋嘅支持，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。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，我哋下次見。